会错，会错。我先买了这个东西试一下。哎呀，你给我可别乱吃东西了。如果你也担心家里的孩子发生这种意外，真的有必要在家里配一个装置。人一旦被噎住，留给我们的黄金时间只有几分钟，这个装置关键时刻就能发挥作用，几秒钟就能将异物吸出，放在家里也多一份安心，多一份保障。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，包裹口鼻，轻触按钮就能将异物吸出，老人小孩都能独立操作。